哦，改善足多，改善足多。我讲，阮遮会饮水，即马水热市场甲黄市场，阮遮比青寮较袂饮水。哦，你看安尼会饮水变袂饮水，安尼有改善有无？哦，这就是咱水利局配合咱市长来咱改善。整个我们的改善的措施里面呢，包含的我们的一个金寮排水的改善哈，那包含的新家桥，因为过去它是一个瓶颈段，我们请了公路局来协助帮我们的新家桥做了一个2底抬升的一个改善工程，那避免这个水会溢淹到我们的社区。那另外呢，在我们现在的芦竹潭中排的部分，好，我们也投入的一个经费，好，大概去改善这2条排水哈。那另外最重要的哈，包含在金寮社区的部分，我们有做了一些抽水站。那透过这个一些排水的分洪，还有我们的抽水站的设置，未来呢，我们金寮国小旁会再设置大概是0.5公顷左右的一个自洪池，大概自洪量大1万吨。我想很多排水设施的持续改善，我想会对我们这个社区有一些大幅的一个积淹水的一个改善的一个效果。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后壁区金寮排水周边聚落地势低洼，往往受到巴掌溪回水及瞬间暴雨的双重作用，造成积水灾情。台南市政府水利局为提升治水成效，积极向水利署争取工程经费，透过新建分流渠道、增设抽水站、新建排水护岸等方式，多管齐下，全力改善。未来也将持续争取经费，治理金寮排水下游段，减轻周边洪患影响，让后壁区的民众可以安居乐业。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我们今天特别来看那个金寮排水的这个工程，主要是服务新家、后壁区、新家地区跟青寮地区，这个排水哈。我记得08、23的大雨的时候，这边也都淹水。更不用提88风灾，那个时候淹的是一塌糊涂。那这些年来也陆陆续续投入了相当多的经费。以这个排水来讲，我们总共有14.8公里，那有投入将近3.4亿的工程啊。这个非常感谢中央水利署，感恩到上，感恩地方的配合款嘛，感谢咱议会哈，给咱通过哈。这个配合款，那阵没有通过垫付的话，这工程可能还延宕半年以上。所以说，这是救命钱哈！感谢议会的支持。那希望讲，这个工程顺顺利利、平安顺遂哈，会当大大减少淹水的几率啊，对百姓的这个生命财产的安全。你要看即马，咱家己伫种来，迄个地势都无共款啊。所以，这个希望讲，对于咱民众吼，这个生命财产安全会当得到更较大的保障。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9月是建设月，台南市保教协会为着表扬伫现段认真付出的优良保教从业人员，举办专属于保教业的师铎奖甲优良教师颁奖典礼。那今年呢，总共有2位师铎奖，另外呢还有22位优良教师，他们都是在补教现场非常尽责的老师。今年的老师呢，他们呢资历都非常的完整，在补教呢也担任有80%以上的老师呢获奖者，他们的资历都在10年以上。将师保教的每一位老师，拢爱有满满的教育热情。即马家长对保师教学品质要求不断提升，也考验着每一位保教人员的教育智慧。伫颁奖典礼之天，各界贵宾也拢到场肯定老师的付出，希望大家拢会当做伙努力，教育后一代。我一直在强调，学校教育跟补习教育是伙伴的关系，提供孩子在学的期间以及放学之后，更多优质的教育环境，让家长放心。那无论是陪伴的孩子呢，来继续提升他的学习水准，或者是做补救，这些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都是必要的一个环境。所以
我一直非常肯认我们补教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把自己在业界非常得到所有各层面的经验，然后到补教界教给我们所有的相关专业领域的好朋友，我觉得这是非常伟大的。补教无非就是所谓的补充教育哦。我们在正规的学校教育之外，其实还需要很多的这个补充教育，来增强我们的学习。所以非常感谢各位老师们，我们在这办好我们优质的就是一个教育的领域里面，让我们下一代能够受到一个正面的，而且健康的一个教育。因为有每一位伫教育现场的老师无私的奉献，家会一代搁一代的学子。台南市补习教育事业协会感谢所有老师的辛劳，也祝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阿垮原少年创作仔女白安，创作歌手陈零九、娄俊硕、艾维，以及本土天团911超人气天团9人等15组的歌手甲团体，就是这次齐名之下演出阵容。在宣传记者会上，也特别邀请到阿垮原少年的队长黄风明来献唱。副市长叶铁山表示，112年全国运动会相关赛事已经展开，目前台南市已经摕到7件在营9项的好成绩。为扩大民众参与，市府规划办理2场以市民为主题音乐晚会，邀请大众介意名称演唱，为开幕活动暖身。今年的全国运动会，那其实35个项目当中，已经有7个项目已经展开。那台南市在7个项目的成绩其实非常的亮眼。我们目前已经有拿到7金，11银，那9铜的这样子的一个好成绩。所以我们希望说，即将在10月21号所有的赛事通通展开的时候，那台南市的这些选手，大家都能够拿到更好的一个成绩。那所以也希望我们全台南市的市民，大家都一起来为我们的选手来加油打气。所以特别在10月14号、15号2天，我们在台南市立体育场办理了2场的市民之夜。那邀请了很多知名的这些歌手啦、告五人啦，那包括目前非常夯的原子少年等等很多非常棒的这些歌手一起来跟我们的市民大家一起来同乐之外，也为我们的选手加油打气。主办单位新闻以及国际关系处嘛提醒民众参加齐名之夜演唱会以及全运会活动。期间消费，阁会当参加台南购物节，有机会会当抽到 iPhone、100万名车以及各项奖品。欢迎大家来台南看比赛、消费、佚佗、抽大奖。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由体育校长黄金宝顶人号召所共同组成的陈坤和教育界后援总会，26号伫胜利大会当中，陈坤和以甲所有的会员致意，感谢因愿意站出来为伊发声，共同来检讨目前教育政策缺失。后援总会理事长就强调，因袂阁像过去点点，希望陈坤和以教育专业领域来进军国会。咱讲讲。咱这老师教育人员拢较避暑啦，拢较毋敢徛出来啦。较毋敢徛出来咧，即次看到照情形，无徛出来袂使。陈坤和，陈坤和，够帅！陈坤和，够帅！有遮尔济高等教育人士的小听，嘛，互陈坤和相当感动。非常的。拜托啊嘛，非常的感谢我们退休校长，为退休已经超过20档、30档。我们的教育人员，我们的老师先派也退休有30-40年的，我们还在关心
为什么？因为俺是知识分子，俺是高等的知识分子，所以群啊一直拢期待讲，我们的乡亲多一点教育文化的内容。为什么讲这？因为这种开始真正能够永续存在下去的软实力。会后陈坤和嘛已经颁发证书给所有会员，成为伊选举路上伫教育界上大后盾。台南新闻军旗采访报道。创立超过半世纪的国际同济会台南会，经过创会会长施启贤以及20会长共同努力之下，带领会员朋友做伙关心社会公益，种种的付出受到各界肯定。去年10月，王志勇接任会长以来，每个月拢会举办公益活动，并办理会员联谊、健康讲座、心灵教育等课程。优秀的成绩得到总会颁发世界总会长奖，以及特别杰出分会殊荣。因此，王志勇在真侪会员的支持下，再度连任台南会会长一职。台南国际同济会是迈向51年的一个国际团体。那我们在施启贤前总会长的创会之下呢，那再经过我们苏文彬前总会长以及各历任会长还有所有的全体的同济前辈的努力之下，今年呢可以说是我们比较丰硕的一年，包括我们很多的社会服务跟公益的活动都获得总会的评价，我们是属于特别杰出分会，那也得到了世界总会长奖。同时我们也在会务的行政在组织的发展都获得金质的奖章。那我们谢谢我们所有的全体会兄会姐，大家给我们的勤策勤力的支持跟拥护，让我们台南国际同济会的社福的公益工作都能够很顺利的来推展。我在51年前创立台南同济会，这个51年来呢，我们同济会在台湾来讲是第4个历史悠久的这个同济会。那么我们现在在全国450个分会中间呢，我们会长的表现呢是一流的，而且我们还有石前总的他的支持，他对同济会的贡献非常多。我看到我们台南会欣欣向荣，已经半个世纪，非常高兴。今天代表同济总会来感谢我们王志勇的会长的努力，他得到特别杰出分会还有世界总会长奖，恭喜他。会长王志勇表示，人生有3好：第一好身体健康，第二好家庭幸福，第3好就是加入同济会。因为伫同济会这个大家庭，大家会当做伙做公益，因为帮助别人嘛快乐家己。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曾经担任环保署长、交通部长甲外交部长的简佑新，现在将摒环境影响成为伊努力的职业。上位来到奇美病院，除了甲大家分享气候变迁对医疗体系挑战甲机会，嘛共同签署医疗永续发展倡议书，肯定奇美医疗体系对环保、对台湾永续行动的贡献。现在我们对社会的要求还是很多的。这个要求不是我们要求，是国际性全面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要重新在思考未来的做法。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签这个倡议书 ESG， 这样不只是企业在讲 ESG， 大学在讲 ESG， 国家在讲 ESG， 也在讲，这是我们的目的。
所以我在这里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荣幸，也跟各位能够来签，尤其是七美医院对我们讲是一个指标性的一个医院。以关怀专业效率为核心，建立的基本医疗体系，主要是守护民众健康的后盾。在环境保护顶面，更全国首创会当验证的电子医疗数据等等，来为责任检讨尽一份心力。整个医疗体系呢，现在一共有2532床，那这个是目前是云嘉南地区最大的医疗体系哦。所以我们的努力，我们在节能减碳、有序经营方面的这个努力，我想我们也会发挥很大的这个社会的影响力。双方签约以后，正是持续用集团高效率的资源来迎战气候变迁的开始。节能减碳救地球，齐美拥抱绿生活。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上个16日，台湾灯会将再次在台南登场。市府特别召开主席甲发表记者会，由市长王伟提整个灯会主题是荣耀台南，邀请到亲近台南的剪纸艺术家杨世义，以及台南大学视觉艺术甲设计学系助理教授黄桂英做设计。这次的灯会主题是荣耀台南，那所以我们这一次的 logo 就是把以台南的南字为主题，然后结合一个充满活力跟力量的祥龙。我想要用原型来呈现这个城市的完美包容，能让全台湾甚至全世界的人都团圆在这个迷人的城市。主视觉园当中，总共用入26个台南特色图案。包含有剑狮、灯笼、乌面腊杯以及金丸等等。另外，还有洋参白、鳝鱼蚵、西洋银、古庄桥等4个湿水，作为海报配色，希望会当将台南意象传达给海内外朋友知影。今年我想从这个灯的布展到主视觉，都可以看到非常一致的一个展现。那明年在台湾灯会在台南的时候，我们也会邀请国际的这个媒体还有业者超过100位来到台南来做采访，让这一次的灯会传达到全世界。2024台湾灯会非常的我们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美丽漂亮的灯，还有原来我们在台南的灯节，包括月津港，包括这个龙旗光节，还有包括普济。台湾灯会将在每年元宵节登场，主要有安平灯区以及高铁灯区2大灯区。到时现场将有国际表演团队、花灯艺术册展、艺文展演等系列精彩活动。台南新闻杨春怀采访报道。由市长委托主持，包括第6号船局局长谢明昌、立委郭国文以及水利局长区中船等地方人士，拢共同为嘉义海保治理工程来祈福，希望中央甲地方合作，来为当地野顶等地势较低4个里来加强排水。一动土，开工顺利；2动土，动土平安。一切圆满祥和。原来是土堤，原来宽度这个排水宽度只有4到8米，现在已经要改善为这个钢筋混凝土的堤防，而且这个宽度也加大为10到12公尺，这样子排水量会增加，而且也可以保护这个堤不会因为水冲刷而崩堤，崩塌掉。所以呢，我们很希望说这个工程能够如期如质完工。咱就是用系统性的治理，把这个河川的迄个断面来拍垮，咱的迄个挖菌生伊的迄个底床，另外咱的沿岸的一寡迄个桥梁啥，咱该拍开起来。这个用这个系统性的这个治理方式来解决咱即马这个海保排水的问题。我相信在咱经济部第6号船局，咱和市府共同努力、共同努力之下，再加上咱的委员甲咱的预算做一个争取，咱整个的规个治水，咱会做了愈来愈好。
当土过后，该排水工程以及整个200公尺跨度将增加到12米，高度将加悬到3.5米，以减碳甲生态减法，希望打造兼顾防洪、生态甲交通的治理建设。总经费6050万施作以后，第2、第3期大约2亿1000万的整治经费嘛拢规划完成，将持续争取中央核定。今日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将地瓜裹上麦芽糖再油炸，简单3步骤，却蕴含大大的学问。在高雄河西路上的这间拔丝地瓜店，目前的老板是第2代，从小父母就带着他在路边贩售烤地瓜，后来改良成拔丝地瓜。长大后，老板接下这个重任，将拔丝地瓜从夜市卖到店面，甚至和量贩店谈成合作贩售。巨大的热情与用心，也让许多客人一路从夜市追随到这里。明宏拔丝叶的名字其实是来自于我爸爸，对我爸爸就叫明宏。然后他们其实在一开始在民国86年的时候，就贩卖烤地瓜，大概也是有70年之久吧。一般外面的都是使用砂糖，那所以它的甜度就会来得比较高，那对身体的负担会相对比较高。然后刚好明宏就是我爸爸，他非常不爱吃甜点。然后就花了大概3年以上的时间，然后来做改良，然后慢慢改良到变成使用麦芽糖，然后对身体负担还是对甜度，然后对就是吃的部分就是不会那么腻口，就是它的糖不会很甜，就是真的是麦芽糖。对，然后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那个就是拔丝薯条。对，因为我有台北的朋友，之前也是来台南玩的时候吃到他们的拔丝薯条，就念念不忘，然后就一直跟我说帮我外送，帮我外送。我说太远了，真的没有办法，那现场吃比较好吃。为了保持拔丝地瓜的完美，从麦芽糖的脆度、温度、合适的糖分比例到保存方式的多次尝试，自然是不可缺少。不过，为了确认送到客人的手上，还有带回家以后还能保持口感，用来装盒的容器也经过特别的设计。那这个盒子是我们特别设计过，然后还有申请专利。那它主要特别是它是脱高型的，我们有内凹。是为了让客人防烫手，因为太多客人说我们的地瓜其实刚起锅，虽然有电风扇吹，可是还是会烫手，所以我们才会增加这个垫高的部分。然后主要它第2个原因就是我们的透气，因为我们焖住麦芽糖是会融化的，当融化就不脆口，就因为脆口感就是拔丝地瓜必备之一。店内贩售的东西很简单，老板就是专心将地瓜做到最好，而每个小小的细节都要确定到位，才是小点心打破平凡小吃樊篱，成就品牌的关键。记者吴家卫、李凡飞高雄报道。华丽的走位，震撼的乐声，还有动感舞者穿梭其中。继去年国庆日日本菊高校引起轰动之后，今年东京农业大学翡翠骑士来台，肯定又将吸引众人的目光。不能老是让日本的乐仪队抢了风采，这回来到高雄进行海外公演，身为地主当然也要以礼相待。高雄市政府也邀请了3所高中职进行交流，目前正展开积极的排练。成立40年的雄女乐仪队也曾经参加过元旦升旗典礼、职棒开场表演。这一次准备了多首日本动漫经典歌曲要和对方分享。而被誉为花园学府的树德家商，也是多年来代表高雄市前往国外访问表演。学生们更准备了2首舞马，要在当日演出交流。另外还有高雄高商乐队，也是各大节庆活动的常客，现在全都在密集训练，同时接受日语教学，期待在迎接日本学生来台时，能够展现高雄人的好客与热情。那为了这次的表演，我们剪的曲子有包括像日本许多知名的音乐，像是波妞或者是灌篮高手，还有航海王等。那希望我们日本学生都会喜欢。心情非常的期待又兴奋，因为他们在表演上他们的乐句处理的都非常的好，
然后他们的声音大小的掌控和各个乐器的吹奏方法，都值得让我们去学习。他们的就是队形，然后跟技巧都很厉害，有办法在就是那么多人的状况下，然后还可以做到这么整齐划一。翡翠骑士来台湾的第一场演出将抢先在10月8号高雄港7号码头登场，届时加上本地的学生共同参与交流，期盼借由台日4校间的互动，让日本学生体会高雄学子的热情，搭起青年世代间友谊的桥梁，进一步深化台日情谊。记者高雄综合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